而家生活節奏快，放工收工，一拎袋就想入餐廳醫肚，坐低等2-3分鐘啲餸就上台，勁有效率。你話係咪廚師刀工火候了得？老實講，更多時係預製菜幫緊你喺中央工房或供應商預先處理、調味，甚至煮好，送到店裡面只需加熱、兜勻、擺碟就可以出餐。預製菜本身冇原罪，省人手、穩定味道、減少浪費。但問題係啲店收你現炒價，上台卻係工坊貨，你當然會唔多順氣啦。想食得明白啲，最實際係識分邊啲餸最容易係預製，點樣睇點樣備，仲有想食嗰味又有冇更穩陣嘅選擇。以下10款係我總結出嚟，喺各類餐廳最大概率係預製菜嘅餸，你睇下有冇中你成日叫開嗰啲。先講幾個通用判斷小貼士，等你之後逐款對照更有 feel。第一，上菜異常快，唔係涼菜，唔係炸物，熱盤卻2-3分鐘就到，10居其9係加熱貨。第二，溫度好熱，但唔香口淡淡滾，但無鍋氣冇油香，通常係叮或蒸焗出嚟。第三，形狀過分一致，肉丁、肉絲、魚片齊整到似用尺度，手切一定有細微差異。第四，味道次次一樣，唔受火候影響，甜酸鹹辣固定到似複製，80%係預調醬。第五，口感偏粉偏腍，冷凍再加熱，最易令到肉纖維斷裂，齒感會粉粉爛爛。記住呢幾點，之後睇每一款會更易上手。第一款，糖醋里脊，呢道菜出餐勁快，因為好多店會預先將里脊切條、走粉、預炸，再用預調糖醋汁一兜就上。你會覺得色澤紅得好統一，每條外皮厚薄近乎一樣，入口第一秒係酸甜，之後就得返糖味，冇咗嗰種現炒鮮脆後軟嘅層次。點分呢？真功夫版會有微微焦香，外殼薄而脆，醋香唔刺鼻，肉纖維感明顯。預製版多數係口粉衣、糖漿感。想食到近似口感，建議揀咕嚕肉，但問清楚可唔可以薄粉，現炸即收汁。店肯答應嘅通常比較有底。第二款，梅菜扣肉，扣肉工序繁複，炸皮起泡、改刀、疊梅菜，隔水慢蒸2-3個鐘。好多店直接收真空包，一塊塊整齊切好，落蒸櫃翻熱就上。表面油亮得嚟，冇豬皮膠黏感，梅菜味道單一似鹹甜醬。點分呢？一拆塊皮層應該有彈同黏，預製多數係一夾就散，味道平均但冇高低起伏。想穩陣啲，去老字號客家梅潮州館子叫，或者揀其他需現炒嘅豬肉菜式，例如欖菜四季豆、京葱炒肉片，更考火候。第三款，水煮魚，重災區之一。好多餐廳用預切巴沙魚片，大小厚薄一致，底料係桶裝水煮料，辣油厚，花椒香卻冇層次。上台油面一層紅，聞落辣但唔慌，魚片軟到近乎滑溜，冇彈性冇纖維。點分呢？現片草魚、池魚會見到自然紋理，厚薄略有差。辣香會由蒜、豆瓣、乾椒、花椒逐層散出，而唔係淨係油辣味。想穩妥揀清蒸本地魚或豉汁蒸鱸魚，睇到活魚點現蒸，出品自然過關。第四款，酸菜魚，同水煮魚差唔多邏輯。預製版酸菜多半係桶裝以切絲，酸度扁平，湯底靠濃縮醬包，入口第一秒好重酸香，之後就係鹽味。魚片一樣係巴沙龍利。點分呢？好嘅酸菜應該酸裏帶香帶脆，唔會一味死鹹，湯色清而微白，唔應該油到反光。要食酸味又穩陣，不如揀酸菜炒大腸或者雪菜炒豆乾呢類現炒菜，鑊氣出嚟就自然有層次。第五款，蒜蓉粉絲、蒸扇貝、蒜蓉生蠔。非海鮮專門店好多都用冷凍貝類、連殼貨，蒜蓉醬一大桶預搬，蒜味統一到一模一樣。上台見到粉絲切口整齊，扇貝肉縮水，蒜蓉偏甜偏鹹，蒸氣香卻冇鮮味。點分呢？現剁蒜蓉會有辛香辣味細粒點狀散開，預本蒜蓉油感後，蒜味熟到死。想食得穩陣，去海鮮檔指定海鮮即開即蒸，或者改叫蒜香炒時蔬，過個蒜癮。第六款，紅燒排骨，傳統要炒糖色慢燜先至骨香入肉。預製版多數係真空排骨加濃縮汁，翻熱即上。特徵係色澤均勻過頭，醬汁稠到似糖漿，骨縫冇滲汁，肉腍但唔香。點分呢？鹽炆排骨醬香會由焦糖、醬油、米酒慢慢釋放，唔會一入口就甜。邊位應該有輕微黏唇嘅膠質感。
建議點家常豆腐少炒類，重火後少預製。第7款獅子頭，好獅子頭要手切肥瘦，打膠慢火燜，預製丸形狀完美，表面光滑，切面密實似火腿腸，入口係實實地，冇彈性同肉汁。點分呢？真功夫切面會見到粗幼交錯，咬落有汁爆。預製一切就係粉實。想食肉丸咁，可以問店可唔可以手打蝦餅、手打墨魚餅。有啲店仍然堅持現打，口感好好多。第8款黑椒牛柳，鐵板黑椒類呢一類餸非常易借助預調黑椒汁。牛柳多數係預先醃製連走粉，鐵板嘶嘶聲好聽，但牛味唔濃，黑椒味卻一式一樣。點分呢？陣現炒會有牛油香、洋葱甜味同黑椒辛香三者分層。預製版就係一種黑椒濃膏味。要穩陣，改叫蔥爆牛肉或薑蔥炒牛肉。問可唔可以唔走粉，快手猛火，出嚟成功率高好多。第9款咖喱牛腩，各式咖喱，好多館子用咖喱磚或者濃縮醬。牛腩則係中央工房長時間低溫煮好再分裝。特徵係香料香氣單一，色澤過分均勻。牛腩口感一律腍到化，但冇牛脂香。點分呢？好咖喱應該聞到前香後韻，如薑黃、小茴、豆蔻、丁香、月桂逐層走出。牛腩應該有筋位膠感，而唔係全盤碎腍。想穩妥，問店有冇即燜牛腩或者揀咖喱雞。蔬菜現煮版至少雞件多為即日處理。第10款酸辣湯，羅宋湯，罐頭白汁，紅汁焗飯。湯同焗汁係預製系統嘅老朋友。酸辣湯用粉包調味，一嗦落去就係嗰種味。羅宋湯靠大桶濃縮，焗飯嘅白汁紅汁好多用罐頭或者濃湯補。特徵係香味表面化，勾芡口，鹽味直白，飲2啖就覺得口渴。點分呢？好湯底會有骨香、菜甜、微酸循序漸進。好焗飯白汁奶香清而不膩，紅汁有番茄，酸甜而唔糖漿。想穩陣揀例湯、老火湯，但要睇木桶或者透明鑊，問清楚每日湯水材料。焗飯可以改叫乾炒版本，更能夠試到鑊氣。講完10大亦中伏，再補3段實戰經驗，等你落單嘅時候更有把握。第1，留意出餐動線，開放式廚房或者你坐得近出菜口，睇下師傅有冇真係起鑊掹掹炒，定係成日見到真空包剪角倒汁再兜幾下。第2，問法要自然，唔好質問式，可以輕鬆啲講呢款係咪要等耐啲？我唔心急，想食現炒版嘅，好多店會因應你嘅期望安排。第3，時間同價位要配合心理預期。快餐、茶餐廳、外賣部分預製係合理，標榜手工收費高，招牌寫住古法嗰啲就有責任做翻相應水平。再講翻預製菜真係冇原罪。中央工房如果有完善 HACCP 冷鏈追溯，安全上係可以做到好高，亦都能夠減少廚房交叉污染同食材浪費。問題只係透明度同誠信。用就講，用幾多，邊啲位用，點樣用，俾客自己揀。消費者亦唔需要妖魔化預製去到趕時間，只求溫飽嘅場合，標準化出品反而穩定。但當你想犒勞自己，想試手藝，就要識得避開10款高風險餸，改點更能體現火候嘅菜式，例如時蔬快炒、乾邊類、清蒸、椒鹽即炸、蔥薑爆炒，呢啲全部都難以全預製取代。最後總結幾句口訣，易記易用。其1，太快上必有鬼，熱盤2-3分鐘到，10居其9係翻熱貨。其2，香唔香鑊話你聽，有冇鑊氣香鼻哥最誠實。其3，太整齊要小心，切工齊到似尺度，多半機器貨。其4，未千篇醬作水，次次一樣味就係預調醬。其5，問得巧，店肯講，態度友善咁問，誠實嘅店會如實答，唔肯答嘅下次唔去。食飯係享受，亦係選擇權，識分、識揀、識等，先可以用合理價錢食到屬於人手、火候、心思嘅嗰碗飯、嗰碟餸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基本上已經掌握咗預製菜最常見嘅10個坑位。下次出街食唔使神經緊張，輕鬆啲做個有判斷嘅食客。想快就接受標準化，想靚就揀現炒現蒸，想安全就避開開放式散裝，避開離奇低價，避開顏色假得過火嘅出品。最緊要係食得開心，食得明白。祝你每一餐都食到自己真正想要嗰種味。